喂，test，喂，test。喂，Hello，早安，123，123，谢谢。喂，喂，可以小声一点。test，这样可以吗？哈，好，谢谢。
可以一起来敬拜上帝。主，这是一件何等有福气的事情哈！那好不好？我们请起立啊，我们一起要来唱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4个字很简单，却是对我们生命中是很大的祝福。它就是来呀来呀，我们来赞美这位上帝。这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赐给我们端午节可以有连续假日可以休息的主。这一位来呀来呀来赞美上帝，赐给我们好的身体，吃了很多粽子，我们还不会觉得身体不舒服。哈利路亚，来呀来呀来赞美主，这位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主，我们一起来赞美这位上帝。先用他自己的话，我们来赞美他。我们一起来，耶和华，愿你因自己的能力显为至高，这样我们就唱诗，颂颂你的大能。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来祷告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就像刚才所读的这些上帝的话语一样，神有大能神有赐我们平安的这样子的意念，而且他有能力，他是信实，他来应许我们到他的面前来认罪，他要赦免我们所有的罪，除去我们一切的不义，好不好？我们就到神的面前来感恩，来赞美，来认罪。我们开口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创造宇宙万物，主啊，你调度万有，主啊，你就是要让你按照你形象所造的人们，主啊，你所爱的，主啊，你也透过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可以称你阿爸天父。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有时候就是觉得孤单，我们有时候真是会偏行己路，我们想要走我们自己要走的路，以至于我们得罪了你。主，求神你来赦免我们，主啊，再一次来洗清我们生命中那污秽，主啊，使我们可以有清洁的灵，主啊，真的是到你的面前来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求神来带领。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我们的生命中，主啊，你成为我们的拯救者，
主啊，你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成为我们力量的来源，主，你更是那从死里复活，给我们有盼望，使我们真知道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是有限的，却可以活出那无限的喜乐，却可以活出那无限的精彩，是因为你爱我们，主，你在乎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在你的家中，在你的殿中，我们可以尽情来敬拜，来赞美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接下来要为我们的国家、城市来祷告。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美丽的宝岛，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很安全，没有人限制我们，我们没有危险。我们不会被恐吓，我们不会在这里聚会之后回去就惊慌，因为可能有人监视我们。没有，在这里我们可以来敬拜，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城市来祷告。我们来领受神的应许情，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请坐，我们一起开口我们来为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文武百官。我们最近看到大卫跟他那个王朝的这个扫罗王，一个国、一个王、一个领袖对人民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再次透过你的话语，主啊，过去这一个礼拜，你透过这个扫罗王，主啊，他怎么样子结束了人生的生命，主，他也再一次，主啊，让我们知道，主，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的领袖来祷告，主啊，让我们真是知道我们所在的地方成为美丽的宝岛，是因为主你定义要爱台湾，你定义要爱这块土地的人民。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能够每一天为我们的国家、我们所在的地方，特别在桃园这个地方，我们所居住的社区，主啊，为我们的这些个执政掌权者，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啊，使我们真的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主啊，我们有谦卑的心，与主来同行。主，我们恳求你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国家的盼望。主啊，你是我们国家的头。主啊，愿我们的国家以你做我们国家的主宰。主啊，我们恳求你，主你来怜悯，主啊，你恩待使你的百姓们，特别文武百官。主啊，我们真是能够悔改，我们真的是能够谦卑自己，我们转离我们的恶，让我们的国家翻转。因着主，我们愿意称你是我们的王，主你是我们的主，主恳求你来带领，主也愿你的儿女们，主啊，就是能够为国家起来守望，来祷告，也真让我们知道你的儿女们在这个国家居住的地方时，我们应该怎么调整我们自己。我们除了祷告之外，主啊，恳求你光照我们，主啊，光照我们的言行举止，是不是可以成为身边的人的祝福？求神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继续，我们要为这个身边的人有需要的这是神所在意的，还有你自己神要透过祷告来医治，透过祷告要来释放你身上所有的被捆绑的，使我们真的在主基督里，我们可以得着自由，不管是身心灵。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请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弟兄姐妹，如果你有需要在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全方位全人的需要，主在乎，主也要你向他来祈求。
如果你需要有人到你身边为你来祷告，我们的牧长穿背心的你只要起立，告诉他你的需要，他会到你的面前来为你祷告，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凭着信心到神的面前来起，如有需要就起立那我们的牧长就来替你祷告，我们也来到神的面前大胆来跟神来求，请我们开始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听见你孩子们内心的声音，主啊，别人不懂，别人听不见，主啊，甚至于别人不知道我们的内心的煎熬，但是主啊，你都知道，主啊，你也差遣，主啊，你差遣你的使者，主啊，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帮助，主啊，不管我们的身体，不管我们的心灵，主啊，不管我们的各方面人际关系，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主啊，你都要来赐福。主，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你更是每一个人家庭中的主。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成为我们全人，我们全家族的帮助。主啊，你知道我们的生命中，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失去平衡的地方。我们失去平衡是因为主，我们常常在忙碌当中我们失焦了，以至于我们身心灵处于不健康，处于痛苦当中。主啊，你愿意，你主动要来介入在我们的生命中，因为你说你要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在我们问题中的答案，你要成为我们黑暗中的亮光跟盼望。谢谢你，你大能的手扶持每一位到你面前的你的儿女们，你要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要为今天的主日来守望，来祷告。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赐福，请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祷告，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为个人以及教会的各样的事工，主啊，这些事工为的是能够来带领人到神的面前。夏令营的筹备会，今天下午我们有全人生命教育协会的理事会医疗这个关怀以及在小会的这个礼拜六小会以及问道里有人我们有弟兄姐妹要受洗，还要坚信礼，以及今天的主日学，我们的幼稚园生国小，我们国小要升国中的以及我们的青年都要到下一个阶段求学的这个阶段，求神来带领。特别在青年的牧区，这个暑假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让他们的生命被神来兴起，他们的生命得着来建造，使他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经历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一起起立来为我们的教会，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特别在青年牧区我们为这些以及为今天的主论，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吧。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是赐给我们主日的主。主啊，你让我们在忙碌忙乱当中，主啊，你赐给我们主日一个礼拜的开始。主啊，每一个礼拜的开始，主，我们就是分别为圣这个时间，我们就是献给你。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人，主啊，你为我们死，主啊，我们要为你而活。主啊，在这个教会奉你的名所设立的迦南基督长老教会，主啊，你要兴起这一代的年轻人。主啊，因为你看重年轻人，主啊，恳求你继续来带领，也保守我们的青年的牧者。主啊，黄世健传道，主啊，恳求你恩膏他，主啊，使他在服侍的时候，主啊，真是有你全能的话语。主，我们恳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这一下的敬拜，在这里我们要跟你来相遇。主，我们要用你所教导我们的主导文，我们一起这样祷告来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来啊，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要来感谢他，用诗歌向他欢呼，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他是超乎万神之上的神。让我们一起来向耶和华歌唱，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一起来拍手。
稣，你是超乎万神之上拯救我们的神，你是慈爱的神，让我们继续用心灵诚实的来敬拜你。并且是圣灵来帮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每一天都需要你，求你更多的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归向你，顺服你，让我们的生命能活出主你喜爱的样式。我们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每一天都需要主耶稣。让我坦然无惧来到施恩桌前，用心灵诚实寻求你，亲爱的天父。
需要你，每一天我们都需要主耶稣，每一天。每一天，我需要你，你话语如甘霖。每时刻，我需要你，神灵如雨降临。这是我的祷告。用心灵跟真理来敬拜你，让我们在主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面，让你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让你的光照耀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洁净我们的生命，洁净我们的灵，赏赐给我们新的心、新的灵。我们恳求你不要从我们身上收回你的圣灵。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敬拜，一同赞美，帮助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用你的话语指引我们一条新的方向，从你属天的宝座赐下你的能力，帮助我们靠着你加给我们力量，我们凡事都能做。主，谢谢你每一次来到你的圣殿来敬拜，求你彰显你的慈爱、你的怜悯，彰显你的心意，让我们明白，赐给我们有属神的意志跟决定，让每次在做决定的时候，在关键的议决的时候，是有属神的心意跟决议，帮助我们每次好好的敬拜，我们就看见神你的同在，看见你的帮助，我们身心灵要健壮，灵魂体要兴盛，好叫我们持守你的话语，也成为这世代的祝福。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Amen。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来与我们一同敬拜的弟兄姐妹？好，如果没有，我们一起来看周报的消息。我们下主日会举行今年度的第4次圣礼典。如果已报名受洗的或坚信礼、信仰告白小额洗礼的兄姐，在这个礼拜六晚上8点到501会议室来问道理。我们今天也有医疗关怀组在市立图书馆进行医疗咨询。如果等一下你礼拜完你有时间，你可以一起参与到市立图书馆那边一起来服侍，来祝福我们城市这一些的弟兄姐妹。
我们有透过尤佑一医师、侯一南医师，还有我们一些同工志工队，一起来服侍，来祝福这个城市。7月20到25，我们的阿卡贝品格夏令营要征求爱餐膳食服侍的同工，我们有104位100几位的孩子，还有将近50位的年轻志工，所以希望在7月20号到25号这个夏令营的阶段，我们需要有这些服侍的同工来帮助，因为你的服侍可以让这些孩子、年轻人能够体验神的同在，还有就是能够让这些年轻人尽情的为主来服侍。我们等一下台语礼拜会有毕业升级的礼拜，我们升国小的有8位，升国中的有5位。等一下我们会在601教室，牧师也会在那边主理，特别为这些孩子来洗脚，来祝福他们，他们前面的道路走在神恩典的道路。那另外补充我们礼拜堂请我们不要带咖啡、茶或者是饮料，因为你看我们打得非常的漂亮，对不对？而新庄会有来免费为我们服务这个要20-30万那如果咖啡下去，它就会就是渗透进去，就插不起来所以拜托我们弟兄姐妹进来可以带白开水，但其他的饮料就不要带，特别是咖啡、茶。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遍。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章18节再次。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罗马书12章18节，我们预备心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不明白奉献的意义，你不用勉强用祷告来表达你的感恩。我们特别也有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献上感恩。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隐瞒，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一起站立。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再一次来宣告说，如今软弱者已得刚强，贫穷者已臣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他是感恩。创造救赎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在你有丰盛的恩典，使我们的福杯满溢。
主感谢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在我们不知道或向左或向右的关键时刻，你必有声音告诉我们，这是正路，当走在其间。父神，感谢你，得获财的力量是从你而来。今天你儿女聚集在你的面前，将你所赏赐的时间、金钱、才干，并我们口中的赞美，愿如馨香的祭，献在我主台前，求主悦纳。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Amen。坐下前笔注说，上帝的话语引导你进入他的恩典。上帝的话语引导你进入他的恩典。请坐。上帝的话语引导你我进入他的恩典里。他的恩典是要赐福满满，是要我们每一个时刻都能够荣耀上帝，可以对人有帮助。我们今天来看《使徒行传》15章37到41节。今天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15章37到41节。如果我们翻到了以后，我们就一起不同版本没关系，我用的是这个和合本的修订版，好，那我们就异口来同声来一起来朗读神的话。巴拿巴有意要带称为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认为不宜带他去，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一起工作，于是二人起了争执，甚至彼此分手。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鲁去，保罗则拣选了西拉，也出发了。蒙弟兄们把他交给主的恩典中，他就走遍了叙利亚、基利家，兼顾众教会。哇，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竟然出现2个字，就是分手啊！可见在这里面有关键的时刻，有关键的对话，有关键的决议，而这决议好像是一决要决裂。看起来这经文如果读到这里，但是我们真的是有盼望，我们圣经真的不要只有读到这里，我们应该要读到最后。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到最后，但是我们可以讲到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这样的结果绝对这个决议不只是决裂，而是他们决定他们生命中都各自要来让上帝来掌权。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生命中不是片段，让我们生命中是有一个连结，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主，你也应许与我们同在，你是过去、现在到未来的主。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新的眼光，这个眼光是从你而来，使我们看见自己的生命。我们当然在主你的爱中也看到彼此的生命。我们有那美好的，当然我们也有那欠缺的，也就是我们要持续在成长的。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帮助，成为我们的勇气。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如果要看到这段经文的前面，我们应该可以知道，就是在这一路上来，有2个人物，到了新约的时候，第一次宣教，有2个人物叫巴拿巴跟保罗，而他们在宣教出去以后，他们真的得着了很多不是犹太人的人，所谓的外邦人，他们信主，但是他们有很大的困难，就是犹太人他们早就从旧约，他们按照他们在神透过这个亚伯拉罕之约里面就有要他们男性要割礼。那这个割礼对外邦来讲是一件困难的事，可是他们却犹太人说：
你若是要跟我们信一样的教，你们也要跟我们一样先怎样有割礼，不然就不能成为我们当中，就不能得救。这样子的这个传统似乎妨碍了这个福音的前进。于是，在争争吵吵之间，我们看到游牧师从前几个礼拜来带领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子的这个纷纷扰扰当中。上个礼拜有关键的对话，而这个关键的对话呢，就有一个关键的议决。议决怎么样？议决了，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可是，在这个感觉，我们学了游牧师上个礼拜说的这个关键的对话之后，好像我们就能够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是吧？可是我们会却发现，今天经文一来到他们家族玛丽要开始全力火力开始开工，他们要进行第二次的这个宣教之旅的时候，竟然发生了两个原来是很好的同伴。我们刚刚读的经文什么？保罗跟巴拿巴，特别我们知道巴拿巴是一路带领保罗的人，竟然他们有一个关键的决议，因着一个人事的问题，我相信他们一定有一个关键的对话，可是他们决议了，他们要决裂，分开来服侍。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中，在这几天连假当中，你有没有跟你的家人、家族的人有一些关键的对话呢？而那对话当中有没有做了一些议决？而这些议决是一个决议，是让你们决定要，好吧，下次我不要在家族聚会了，很累，有这样的亲戚这样的。算了，不要再跟他们在，眼不见为净。好了，我决定，我决议了，我就怎样，我分开吧。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尤其是我们今天有夏令营的志工，从去年就有参加的2位这个国中生，很抱歉，人生的黑暗面，现在就要先让你们预习一下，这不是坏事，不是进到教会就 OK 没问题。这个礼拜最大的新闻，我想就是张清芳跟这个投资界的这个大哥级的宋学仁，他们在他们结婚10几年的婚姻的生活中，特别是张清芳，他在2010年因为小孩子，他没有办法好好教导他的孩子，他羡慕人家到教会里面可以透过祷告有一个稳定的心，可以让他的婚姻可以和谐，让他可以得着力量，让他知道他的生命中重新来归位，什么是优先顺序。他成为基督徒那一天，有孙悦还在他的祷告之下，很多人的见证之下，特别是他的先生宋学仁先生，他还做了见证，看到他太太进入教会以后的改变。他称这一位神是奇妙无比的主，这位神是可以，这个福音大好消息是可以让人的生命得着改变。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礼拜，张清芳她依然是基督徒，这个家庭依然是神的祝福，但是他们却宣布了结束15年的婚姻。其中，他只说了一句话：我们当中真的差距太大，没有办法，差距太大，没有办法。我相信，在他们婚姻当中有许多的冲突，就像我们的生命中，人跟人之间，哪里有一模一样的人？这不是上帝所应许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我们没有一个人长得跟我们一模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生命中想要找到一个跟我一样、没有很大的差异的，很抱歉，没有。有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吗？连双胞胎都没有，那么我们中间一定会有差异。那么一定有差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因为不同而我们会有冲突。但是冲突它的意义在哪里？而让我们在冲突当中的时候，上帝在哪里？上帝，你还在吗？不然我们家怎么一直吵不停呢？
而在吵闹当中，在冲突当中，那最大的困境就是，请问左边会赢还是右边会赢？请问是谁要先让步？请问是谁要付出多一点？到底谁比较行？谁说话谁说了就算呢？在上个礼拜这个关键对话之后产生的效应，如果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看，前后文来看，我们会发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会议，刚才我已经有提到，因着现在福音已经传到非犹太人的地区，所谓外邦人的地区，他们就真的一定要按照犹太人的习俗要隔离，或者是他们实践所发展出来的很多的条例，真的要这样做吗？如果没有，就是在恩典之外吗？最后的决议，我们看到属灵的很多的我们的前辈，不管是彼得或者是保罗或巴拉巴，他们其实都起来为了所谓的外邦人来说话。最后那个时候教会的大哥大叫做雅各，他就起来了，做了一个议决。什么议决？他说不应该责难什么，为难这个外邦人，归向上帝的外邦人。另外他讲的3件事情，说好不好？拜托。这个如果外邦人呢，你们在吃喝当中的时候，有犹太人当中的时候，你们不可吃祭过偶像的食物，不可行这个淫乱的行为，因为这淫乱的行为是跟游牧师上礼拜也有讲，这是跟宗教他们所谓的祭庙有这种的这个习惯，因为他们希望透过这样子使他们的生命有丰盛的这个意识，还有不可以吃勒死的这个牲畜跟带血的，勒死了他就因为他没有放血，所以他其实他也是带血的，所以不可以吃。这个都是跟这个犹太人他们的风俗是有关系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议决其实是站在谁那一边？雅各本身他是犹太人出身，如果我们再看细一点，我们就看到说他要谁来调整？他其实是要外邦人来调整，是吗？所以他说，如果你们在那个犹太人的面前就稍微收敛一下这个不要这个。亲爱大家，如果你是外邦人，那时候你听见你会怎么想？怎么没有人站在我们这一边呢？所以我们如果看到圣经以后保罗，我们就看到他真的改变很多。后来在哥林多的时候，他怎么说可以吃祭拜的东西？他说凡事怎样，都是上帝所赐的啊。那为了没塞家那个不能吃。但是如果有人跟你怎样，你吃了会让别人跌倒，你就怎样，不要吃嘛。所以弟兄姐妹，猪血糕你吃了没？可以吃吗？感谢主，我们得释放。但是如果有人很在意，那么你就不要吃。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关键的对话之后的关键决议，一定是怎样妥协来的。悄好，就先这样子。但是至少这样子对外邦人来讲，对我要去传福音的人来讲，至少有一个松绑，真的是有一个决定。但是如果这个决议呢是要分出谁赢谁输，哇，那就会带来决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议决，这个耶路撒冷的议决，好像也真的产生这样的效应。只是现在，既然大哥雅各出来讲话了，我先给他收起来，我哪一天我再拿出来。我们看到犹太人其实这个议决，对他们来讲，他实在是有的是吞不下去一口气把它啃。因为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一路上有谁来追杀他？不是就这样就停了，对不对？所以可见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决定，这个会议不是人人满意，但是怎样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家庭、夫妇、亲人、情人，昨天晚上比较多是情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重大的决定、决议。当我们在决议的时候，如果在决议当中，你心里有一直在想，我的是被赢亲爱的，那就输了，全部都输了，因为决议会带来
这样的决议会带来决裂。我们看到人跟人不同，所以我们有冲突，那冲突的代表我们的心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先来看人的冲突跟互动中，我们会因为利益不同或观念不同或习惯不同，甚至连习惯都会吗？那我们可能因为这样子，而我们彼此有了冲突。那冲突我最喜欢的一个定义，就是有2方面的不同。第一个就是2方以上，有一方他的行为思想，他没有写这么多，但我把它加上去。行为思想习惯妨碍了另外一方的什么需求？当你妨碍到他的需求，把他需求踩住以后，他不哀叫，他活不下去，他一定跟你吵，他一定跟你乱。虽然你看起来是小小的事情，这事情超小的，怎么可以吵到这样子呢？另外一个比较大的就是价值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真的疼爱我们的这个青年或我们的子弟，会说，如果嫁给基督徒或娶基督徒，在这个价值观上会比较一致，不会吵，那你就少了2/3可以吵，那么只剩那1/3可以吵。是啊，我们看到刚才的这些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人跟人之间，有的时候一件事情，我们吵的是什么？我们看到保罗就是很清楚，他是一个看重事工的人。而我们经文里面就可以看到，巴拿巴他愿意再原谅马可，因为马可落跑过一次。落跑的意思就是他在第1次宣教的时候跟人家说我要去短宣，可是到了不知道第几天以后就各种的原因，然后就跑了。那巴拿巴他看见的是什么？爱、关系。然后2个当然不一样啊。在决定的时候当然不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家庭中，你现在回想一下这3天，你跟你最亲爱的，你们在吵什么？有吵吗？没吵才怪，除了你一个人，就是只有你一个人，你也会吵，跟谁吵？你跟你自己吵。我们也会自己跟自己吵，对吧？我自我冲突也是2方以上，因为我们里面有什么？我们里面有父母的我就会站出来。你有没有觉得你旁边的人或你自己很怪？这件事情本来我很在意，我这个父母我就跑出来，这个不应该这样要骂。可是呢，成人的我，成熟的我就说，懂了，不要。现在我如果跟青田讲什么话，或我的小孩子，或我身边的人、重要人，我现在讲什么话，一定会按到他的按钮。你会想，评估现在先不要讲。但我自己里面还有一个什么小孩，我就是什么调皮捣蛋的我不敢闯进来，我没欢喜。3天在家很无聊，都是看电视，来吵一吵多好。这3天之内，我们好好来静心时刻，我们好好来讲话一下。牧师不是说冲突我们才能更了解自己，才能够突破我们人际之间吗？来吵一下，来冲汤姐，你要剪，这个内在的小孩就跑出来了。不成熟内在的小孩就是任性的自己。我现在明明身体痒不能吃芒果，但是就是特别爱吃，而且吃很多，这就是爱家呢，没有意，然后你就会很生气，怎么会这个人是这样，一点都不看重自己？亲爱的，来咯，有的人看重的是事工、身体，有的人看重的是什么？你看，你就是不爱我，不好好爱惜的身体，你就是不爱我。这个又差很远去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当然吵不完。还有我们的个性不一样。我们看到保罗在安提阿责备彼得这件事，什么事呢？我简单来讲。就是彼得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以后，他们会一起吃饭。可是犹太人呢，他们不随便跟外邦人吃，他不随便跟别人吃饭。当他跟外邦人吃饭的时候，看到犹太人在的地方，吃彼得大哥他就这样偷偷溜在不敢跟外邦人吃饭。然后我们的这个保罗呢，这个大声嫂好快哦！我按到什么吗？我们这个保罗呢，这个大声公呢，他就当面指责，你别给声啊，不要装了好不好？
你彼得，你装什么？明明你不是传的，你不是跟说要跟外邦人在一起吗？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分别了？第一个，他就是一个这样，当面处理，不要跑，在这里讲，而且怎样？他不会说，有一个人哦，他讲话呢，很不客气，有一个人很假仙，他没有这样讲，他明明的指什么？彼得、巴拿巴。哦，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不是安尼尔，他一定要什么？来，给我记在小会的记录里面，所以才会记在圣经里。这个我们的大圣公，我们的保罗是这样个性的人，因为圣经给他一句话说，他怎样？他看重上帝胜过看重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是这样子而已吗？我们上个礼拜有牧师有讲，如果我们落入到一种迷思，我如果不讲的话，事情就很糟糕。我如果不诚实的对着他当面讲的话，这个事情就不得了了。不是这样，你不是上帝。我们好好的讲，我们好好让人的生命不会受伤。那我们看。他跟巴拿巴要分开去宣教这件事情也是一样，我们很明显知道，刚刚有讲保罗就是事工型的，他怕这个落跑的马可怎样坏了事，跑到这个服侍到一半又落跑，这个对服侍这个去短宣是等于去征战嘛，去战争嘛，对不对？怎么可以选这些543的？算了，不要，他没有办法容忍同工犯错，这是保罗的个性，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如果你身边有一个像这样保罗先生，你的家如果有一个这样子，如果你身边最爱的亲密爱人是这样，再进一步讲，如果我就是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有这么大吗？我宁愿毁坏掉关系，毁坏掉儿女，我们身边接触的人的关系，孙子也好。我想，如果我们在做重大决议，特别是家庭决议，如果不听见人心里人心，我们就一定会决裂。而这个决裂就会带来创伤，特别很小的孩子。当我们对待我们的孩子，我们做父母的，我常常讲，我们做父母的今天也很委屈，因为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是人生最煎熬的时候，对不对？上有公公婆婆，下有小孩，又要上班，又要赚钱，又有房贷，又有车贷，然后又有可能有医药费，我们只能说好，我就以我自己想法对待的孩子，但是孩子长大以后，这些却都成为他们的创伤，而且成为他们心灵的魅力，就是常常会跑出来，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你就会踩到他的地雷，然后他就蹦。如果人还活着，感谢主还有机会，真的弟兄姐妹，就是一个道歉，我们就是欠我们身边的人一个道歉。他可能觉得很受伤，我也很受伤。我这么爱你们，我都是为你们好呢，那你怎么会这样子？反过来说，是我残害你，使我让你有童年创伤呢？不公平！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他这个碰人还活着，我们感谢主；但我们那个碰如果从上面掉到下面来，我们会很遗憾。如果他就自杀，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按照统计，就是会使一个人他感受到我不要存在好。所以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身边的人？我想我们的这些的。下面是这些我们的做法，会让我们身边的人，他是可以有自我贬义还是自我肯定呢？愿我们都尽力来用下面赞美、肯定、尊重、接纳、重视、亲切、在意，在意很重要，回应也很重要。
但是请你回应不要啊，没差。这个如果你要讲这句了，被拿了哈，就不用了。你转身看他也好，你甚至不用讲什么，同理、关心、包容跟引导，这个非常重要。怎么样的重要？我们等一下就要来说。啊，但是我们先看看，我们一直讲保罗，但巴拿巴呢？我们看看他的在圣经里面有记载他的小档案。你看哦，他出生在居比路，这有牧师讲过很多次。然后他耶路撒冷教会建立之后，他变卖家产，凡物共用，记得吗？他就开始了。然后呢，保罗被大光照以后，没有人接待他，谁去接待他？巴拿巴，对不对？对不对？如果现在请你去接待从中国那边来的高官，你要吗？如果他说他迫害基督徒，然后到我们教会来礼拜，说我已经悔改，我不再破坏基督徒，不再放火烧教会，你敢吗？然后他想要在这里读我们的神学院，我们的小会敢推荐他吗？他还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你敢引荐他吗？巴拿巴一路陪，从现在开始哦，保罗做的事情一定跟谁有关？巴拿巴做的事一定跟谁有关？保罗有关。再来，怎么？他跟保罗一起去训练同工，这上个月有牧师已经讲，甚至这样差派去赈灾，还有这样跟保罗一起去海外宣教，然后受委托上个礼拜的耶路撒冷大会为真理来辩论，然后最后其实就在这里。从今天开始，经文以后还有没有巴拿巴出现？可以说一句话，从此就下台。亲爱的弟兄姐妹，巴拿巴这么重要，他是一路扶持保罗上来的人，然后他到今天可以说传承给这一位保罗。关键的决议之后，他们就决裂，因为在圣经上只有最后保罗说巴拿巴怎么样，这样而已。但是亲爱的，你知道吗？圣经虽然没有记载，但是在上帝那边有没有记载？有，他带着马可，他做的事情可大了，因为他带着马可之后，马可后来写了一个福音书，叫做什么福音书？马可福音，而且它是所谓的4福音当中的第1本，其他的福音书拢是看马可的，安尼了解无？马可的福音书写出来以后，其他福音书都是参考，因为他跟着彼得啊，因为他后来跟着彼得。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边的人有关键的一决、关键的决定，是决议要决裂的，请你不要难过，因为日子不是到今天而已。但我们要知道，要珍惜这次冲突。为什么我会冲突？为什么我们2个会爆呢？这跟你我可以有机会，我们一起来成长。所以冲突是可以突破你我的限制，可以突破你我关系的这一个这个有限性，我们可以突破，可以更上一层楼。但我们要了解，何以我身边的人突然爆，我自己怎么突然爆呢？我们来看这个影片，特别这个影片的这一个男主角他叫洋葱，这洋葱他自己在想他自己的事，我们注意看，因为我们只会放一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但请你来看这洋葱他怎么样对自己来对话，就是他怎么样来看他自己。这间定食真的很好吃哎！对啊，我看 Google 评价4.8颗星，很高哦。好吃是好吃啊，不过洋葱你有点太多了吧？你前世是猪啊！哦，我很饿啊。我刚刚也在想，你点那么多哪吃得完啊？没想到这么吃完呢。知道吗？一个人丑，那不是你的错，丑又胖，那就是你的问题啦。一定是平常过太爽，不然胃口不会那么好。我觉得这次出游应该先去这边，再开到那边。可以，这样最顺，那就这样吧。你们在规划行程哦。
然后这边停下来，我们葱油饼。旁边有间古着店还不错。我觉得先到这边会绕路啊，你不要吵啦，我们已经快讨论完了，我懒得跟你详细解释。旁边玩沙啦。不要中途插话啦。什么啊？你们刚刚又没说要讨论。好，反正就这样，早上7点半租车，完毕。好，注意看哦。Hello， 晚上有人要去健身房吗？阿文，上次你去看车的那个业务，给我他的赖好吗？他不错哦，你要买车？对啊，最近很认真在研究，呵呵。啊，无事，我直接另开话题。这个时候也是，那个时候也是，越想越生气，我的反应真的是太慢。为什么那些时候我要忍呢？我应该直接痛斥他们啊！我干嘛受气呢？真是莫名其妙，我好愤怒。我也是人啊，他们个个看不起我。洋葱，你是个男人，没有必要受委屈啊！要是再被我找到机会，我一定干翻他们。啊，这间牛肉面好大碗，根本吃不完嘛！我靠，洋葱你吃完了？太厉害了！我靠，洋葱你太猛了，不愧是洋葱，很会吃哦。来了，他在嘲笑我，太瞧不起人了，把我当木头，我要爆了！很会吃哦。现在啊，你在取笑我吗？你什么东西？你看不起我是不是？我实在跟你骂了，混蛋，玩种屁话！干！这样他们应该就会反省，我可不是好欺负的。怪人。干嘛突然爆气啊？太莫名其妙了，这人 EQ 也太低了吧？我刚刚讲的话有很严重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看了觉得很好笑，有没有感觉心有戚戚焉？想一下，我们曾经的，我已经有看到2位情侣在后面在对笑，在对看，我想我们都被同理，因为不是只有我们这样，那洋葱也这样。其实很多人身边的人都是这样，我们会踩到别人地雷，我们自己也会踩到地雷，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我的老师蔡茂堂牧师，我们3个牧者去上课的时候，我很大收获。我们人，上帝给我们身心灵会调整外来的压力，压力就是可能突发的，你一时没办法，跟正常平常的没有一样，但你觉得你好像快要受不了。这个刺激一来的话，你的外面体外就是你可以适应的。你会首先知道说，发生什么事了？你听到了人家说的什么话，那么你就会想起，譬如说，人家说，像刚才那个影片，就像哇，你那么会吃，那个丑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么他开始心里就有一个对话，什么对话？有一个脚本就出来，不会有人喜欢我。这个就糟了。当他每一个解释别人对他说的话，都解释成没有人会喜欢我，或者是说我不喜他，所以我什么都没有办法负责任。如果他内心有一个这样的我，他就是一个，他常常会没有办法负责任。你想什么原因？我这个重要的同工，每一次都怎样没有办法负起责任，很奇怪。那你就要想想那个冲突，他是不是内心有一个这样的我？还有一种的脚本，有一种人就是不要像小孩子，总是要做大哥，什么他都要做，什么他都要管。我怎么这么鸡婆啊？这不是你的事，你也要管。他里面有一个这样说，不要像小孩子，因为他习惯被期待，他觉得要做才会有价值。然后那个冲突就是这样来的。另外还有人是拒绝长大，因为他常常都被有妈宝在他生命中，40几岁。有一个我认识一个是台北市政府的，这不能讲太多。他到现在40几岁单身，还被他妈妈打。奇怪，他每次到了重要决定的时候，他就说这个我不会，这个不要叫我。亲爱大家，还有很多，但是我只有要讲第6个，不要存在。如果这一个你身边跟你冲突的人，在他生命当中一直是被掌控，而让他觉得反正有我没有都没关系了，我不要存在了，我有我更惨，你们就是因为有我的父母才不会快乐，就是有我这个团体才会这么烂，算了。有个个案就是每次他的脑中就是一直在鼓起他妈妈的哭声，因为他妈妈因为怀孕他，所以他爸爸有外遇。那么他就人生一直被他妈妈说都是你，都是你。于是到他成年的时候，
他每到低潮的时候，跟人家冲突的时候，像这样被刺激，他记忆就浮起说，不要存在好了，死一死算了，没有我更好。亲爱的大家，这个是谎言。既然上帝让你存在，既然上帝让你，不管你是不是成为神的儿女了，如果有这样的记忆，请你来找意念牧师或我们的牧者。如果你是青年的，你可以找青年传道、青年牧师。这个是谎言。每一个人存在就是上帝的爱永在，好不好？如果我们有这一些，身边我们以后我们还会请钱玉芬老师，我们预告一下，7月26号、25号的早上，钱玉芬老师是政大的心理这个方面的博士，现在在台神在心理咨商研究所。我们的蔡佳琪就是他指导写硕士论文，他就要来带领我们，从我们人生这些不健康的脚本，常常在影响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得到恢复，重新来写我们人生的脚本。而这个脚本我们写出来的会不一样，所以我们简单再来看一次，我们是旁边人会抱，是因为这样，记得吗？我们从我们的价值里面，还有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会去评估这件事情要怎么反应，会叫起我们的意识或潜意识，然后我们就会去反应。要生气，要难过，要做什么事，就会最后会展现出来。展现怎么展现来解除这个危机、压力危机呢？攻击对方。所以如果你身边的人讲没3句他就攻击你，你就可怜他吧，因为可恶之人必有什么？可怜之处。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一样的。不是攻击人家，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一起的核心同工是工人的工，我们一起做工的工，千万不要变成这个攻击的攻。我们本来是很好的伙伴，我们本来是很好的一起服侍的同工，不要变成彼此攻击。当然也有一种人，刚才那些脚本的，他可能就会逃，招火你丢。明明他已经要服侍，是轮到他的，他这个时候就跟你讲有的没的3个，然后他就跑了。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遇到的重要事情的时候，他就傻眼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啊？你到底到哪里去了？然后已读不回，请可怜一下他，但是带领他，跟他有一些对话，真知道要怎么样来做。因为如果你这次让他又有这个记忆，又学习起来的话，那么他这个个性就稳定下来，然后就很难，好不好？我们每一次都是把冲突当作机会，不要让这个冲突浪费掉。愿我们身心灵都可以得着健壮，而不要成为恶性的循环。这是神赐福给我们他的应许。所以，如果我们关键的决议不看见人心里的需要，其实他在里面那个脚本都有他特定的需要。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么这个决议会带来决裂，而且是循环不已，不会停止。所以不要漠视，如果决议不让神来做恢复，那么你就是永不止息的决裂。愿我们在这个困境当中，让上帝来作为，因为让上帝在你们冲突中看见彼此不同的精彩，而不是因为彼此不同很难跨过，我就放弃吧。我找跟我一样的人，音乐牧师只能跟你讲，不可能跟你一模一样的人啊。没有，每个人都独一，怎么会有一样的人？没有，好不好？我们在这当中彼此冲突当中更认识自己，更认识他人。如果该道歉的，我们就赶快道歉，然后听见彼此内心的需要，因为神就在我们当中，神要出手，在我们的冲突当中，神一次一次要来更新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想一下，你最近的冲突当中，你有你的想法。这第一个哈，你有圈还是叉？我现在问你们6个问题，你们觉得有哪几个是对的？圈的。好，我们只要记得圈就好。来，第一个，任何的冲突中一定有一方是对的，另外一方是错的。圈还是叉？你可以拿，如果忘记你可以拿笔。第一题，好，
在任何的冲突中，一定有一方是对的，一方是错的，圈还是叉。第二个，对的一方必须得到他所要的沟通结果，对的一方必须得到他所要的沟通结果，圈还是叉？这第二题，记好了吗？第三题，一定有输有赢，且妥协就代表我输了，妥协就是不好。一定要有输有赢，且妥协就代表我输了，圈还是叉？第三题，第四题，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冲突的发生。对呀，刚才不是京剧才读吗？哎，刚刚京剧有读，尽量避免怎样？应该要彼此怎样和睦。所以这一题是圈还叉？我没有暗示哦。好，无论如何应该避免冲突的发生，圈还叉？第五，妥协的结果终必导致不好的感觉，只有自己所提出来冲突解决办法才是有价值的。妥协的结果就是不好，妥协就是真理没有出来啦，真理跟真理有关的怎么可以妥协？圈还是叉？妥协的结果终必导致不好的感觉，只有自己所提出的冲突解决办法才是有价值。第六个，最后一个。长期或持续的冲突，我们可以我们好好坐下来解决，我们好好坐下来，好好的关键对话，我们一定可以解决。这第六个，圈还是叉？好了吗？好，请问有6个圈的吗？可以，如果可以举的，5个圈的，4个圈的，不要看别人，举自己的就好。3个圈的，好，有了3个圈，好。2个圈的，哦，很好，好，很真实对着自己。1个圈的，很好，好，可以回去跟你的回去跟你最亲密的人可以对话哈。好，1个都没有答对，不是1个都没有圈的，举手。OK， 好，请放下。亲爱的大家，如果我们保持这6个的心态，我们就永远吵不完。所以，亲爱的大家，这是迷思。如果我们在与人冲突当中有这6个想法，那会是一个迷思，我们真的永远吵不完。愿我们真的是求神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完成关键决议的使命。那使命是什么？我们来看看。我们说的好悲惨哦，保罗跟巴拿巴好像从此决裂，但是上帝是公义，是信实的。到最后，保罗自己说，巴拿巴是赐给滋养的神的工人。而且我们也看到巴拿巴他自己没有出名，但是他的这个果效，我们看到那福音广传到什么地方，我们就知道。而保罗跟马可之间呢，哎呀，那个决裂只是暂时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跟谁决裂呢？只要你有信心，在每一次的冲突当中，都邀请主，让你更认识自己，更认识别人，更认识上帝。而这个保罗呢，真的是跟马可虽然分开之后，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他甚至马可都来照顾他。而最重要的是，他们离开他的时候，马可跟彼得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彼得福音，但哪一个可以来跟彼得很近的，就是马可福音。所以我们的神很奇妙。现在决裂没关系。现在你有决裂的关系吗？正在决裂中吗？没关系，持续有盼望，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因为马可因为这样的事情，他成为一个文字工作者，而希拉是后来保罗所带着，今天经文有讲，他也成为耶路撒冷教会首领，被称为先知。我们为主不为己，我们可能暂时被误会。暂时被嫌恶，被人家嫌，就你怎么跟保罗一样很难搞？我们如果看圣经就知道，保罗真的很难相处啦。你要跟他同工，还你的心中还较大粒嘞，然后比别人较高嘞，因为他就是有一种气质，就是说，你看他就知道啊，他以前迫害信耶稣的人也是一次怎样到底。
然后他信主耶稣以后，他也往那边一次怎样到底。但是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那我们的身边人不一样的个性，我们看到保罗后来改变很多，改变很多。亲爱的弟兄姐妹，愿我们也被神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更新。只要我们愿意诚实承认，主啊，我错，我需要。主啊，我需要，不管我几岁，神都不要夫妻，纵使年纪到很大，各走各的，各睡各的，反正老不老起了算，没有。愿我们都行在神的旨意里。既然是夫妻，神要我们能够一体，不管我们几岁。你说，我也没有像张清欢离婚，好不好？亲爱的大家，我有盼望，我相信上帝持续在做工，在这一对夫妻，虽然现在离婚，但是是在。愿我们的生命，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放手让神来改变你，很难啊。有牧师讲，牛看跟北京又是什么？驴。但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保罗这样的人都可以改变哦。我们到最后来看他所写的，神都来改变他的个性，跟别人有很好的同工，所以他建造的教会后来跟他都有很好的同工。我们从哥林多、从以弗所都腓立比的教会，我们发现改变很多。所以每一次的冲突都成为我们成长的契机，让上帝在我们冲突当中来掌权，让主，好不好？让主，我们的主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主，他一直在对你说，让我来吧，孩子，因为你是神重价的救赎，我们要脱离那样的罪恶。我们请起立，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我们来回应神。我们用这首歌，我们一起来用祷告的心。或许人说我们就是这个样子，或许我们自己也说我们自己，没有用的啦。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的面前都有用，在主的爱里，他都能够。
件事，就是现在你心里浮现的这件事，是你自己最难改变的。或许已经过去了，好像没办法弥补，没有，可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就到神的面前来，因为这一位主爱你的耶稣基督向你伸出他的钉痕手，你看见了吗？他钉痕的手向你提出一个邀请，你愿意将你自己交在他手中吗？不管过去的事有多久了，不管那伤害、那伤痕有多痛，不管我自己曾经做过多糟的事，带成身边的人的痛苦，或者是遗憾已经发生，但是主交托在主的手中，没有遗憾，没有遗漏。主说：“让我来吧。”主对你说：“让我来吧，孩子，让我来吧，让我来爱你，让我来医治你，让我来恢复你，让我来支持你，继续走前面恢复的路。”让我来引导你做关键的决定，而这决议不是带来决裂，或许是暂时的决裂，但是在永恒的里，主要使你们再次能够和好，因为在主没有难成的事。阿爸天父，谢谢你愿意上十字架承担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所有的悔恨，我们所有的失望、绝望，我们所有的担心、害怕，我们所有的一切，主啊，统统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交在你的手上，主啊，交在你的手上。主，你用你钉痕手，不紧紧握住我们的手。谢谢你定义不放手，直到我们恢复那你所创造我们当初那美好。愿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拯救，临到你们以及你们所关心的每一个人身上。天父上帝永远不改变的爱，成为那不可能的可能。他是行神迹奇事的主，因为唯有主的爱能够带来盼望。从死里复活的盼望，才是我们活下去的动力。亲爱的圣灵，成为保惠师，与你们同去，去到你们生活中那不容易过的关卡，去到那你觉得羞愧的地方，主要成为你恢复抬得起头的主。主要与你同去，去到那混乱的地方，那里要因为主与你同在，就要归于原来的次序。主与你同去，使你成为可以来见证他名的人，成为有见证的人，成为光，成为盐。主与你同去，有他的平安与喜乐，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
可以到前面来。